不甘关呢？哎，就像，好，这样，对，周小倩。你要不要叫孙小姐？暗时哦，陪你妈妈去。我无钱。你无钱，不过我后生无友好。点解安尼啦？小倩来叫你引导了。等下，你交查某朋友。所以你介意查甫？我希望我是头一个，代表我后生愿意相信我，我感觉足欢喜的。我伫你的心内，我排第几？囡仔是同性恋的代志哦，咱有责任互我处理哦。敢是家己的代志，欢喜就好，我有啥物意见？你甲小姐恁两个人母仔囝的感情哪会遮好啊？囡仔甲爸母好袂好，运气足重要，我运气袂歹。以后会安怎，我唔知影。啊，不过我相信咱一定会做伙，照顾。 6月8号开始，礼拜暗时8点，拜六礼拜都伫公司第2台。